这次还不死？算了，哎，这个速成的办法也不是没有。我决定了，把我们两人的内力传送于你。等一下。怎么给他呢？此人一日不出，我大昆仑一日不得安宁。他学会了七伤拳，再加上我们的内力，一拳能把自己打死。等他快绝气的时候，把他的内力给吸回来，这不就大功告成了吗？还是你错。宝宝兄放心啊，这绝对的安全、方便、无痛。我从你们的笑容当中，仿佛看到了笑里藏刀的感觉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吧，还是算了。少废话！好舒服啊！我感觉我充满了力量。云气一场，化掌为拳，全力出击。看你这次还不死！跟我们斗，你还太年轻了。长仙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菩提老头，你又怎么在这儿啊？切，7日前我夜观星象，突然间发现一颗明星升起，一颗明星陨落，这证明什么呢？这证明啊，将会有一个仙人降世，一个仙人将逢命劫。后来我掐指一算，算了半天，那个将逢命劫的就是……那个降世的仙是谁？亏你还惦记着天蓬元帅啊！不过天机不可泄露。现在本仙一心只想度过这个命劫。这世间的劫难，都掌控在观音大师手中，你可以去问他呀。哦，多谢仙子提醒，谢谢。忘了跟你说，那
那个降世的神仙，应该是个人了。谢谢菩萨老祖。哎呀，可惜不是天蓬元帅啊！罪过罪过，不要颠簸，不要颠簸，不要颠簸。我们的帮主为了斧头帮，独自一人前往昆仑派，至今未归，想必是凶多吉少。流沙，虽然大伙儿都很难过，你也不要太伤心了啊。你不后悔？逝者已逝，生者要坚强。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帮主给我们保住的地盘，来报答帮主。虽然帮主在走之前炸掉了我们的宝藏，我们现在可以说是一无所有，但是我相信，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一定可以重振雄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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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雄风！你们自己留下当山贼吧，我可是要跑路了。二当家，你干嘛呢？这些都是帮主的遗物，我是想把它们收好了，留着以后想帮主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看看。当家的真是太重情义了。帮主如果在的话，肯定十分欣慰的。我真的好欣慰呀！帮主，帮主，呀！松开！哎呀，松开！帮主回来了。那个昆仑派呢？灭了，灭了。那三圣呢？死了，那五岳山其他帮派呢？都是我的人了。帮主为我！我就运了全身之力，朝我的额头就给了一拳。刹那间，地动山摇，电闪雷鸣，整个昆仑派就塌了。那么帮主，你呢？我呢，当时我就昏过去了。当我再醒过来的时候呢，昆仑派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。好，嘎！这么说，你灭了昆仑派，统一了五岳山？没错呀，因为我出来的时候，整个五岳山只有我们斧头帮了呀。这么说，你中了自己的七伤拳？是啊，那又怎么了？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我听说七伤拳至阴至毒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厉害。七伤拳的威力可是十分之大。中了七伤拳的人，首先会变斗鸡眼，然后耳朵失聪，什么都听不到。接下来就是声线变现，说话会走调哎。最后就是五脏六腑会爆炸，然后就挂了。你说我呀你啊！你，帮主，你现在的斗鸡眼就很严重哎。我哪有斗鸡眼啊？我只是想把我的视线更集中一点点，看看世界不同的角落而已。你不懂我的意思就别乱讲。
帮主，小人知错了，甘愿受罚。你要打死你！帮主，我错了。帮主，请大力一点。帮主，小人知错了，帮主。看来帮主被七伤拳伤得不轻啊！也不知道帮主还能撑多久。如果帮主死了，留下来的可不只是斧头帮，而是整个五岳山。你辛苦了。